忙忙着了啊，眼睛冻白了啊！哎，小手给我。比粘着的。哈哈哈哈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几分钟？这颜色够快了。更白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换过来了。换吗？换。它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现在白的。哦。也能还原成黑的。对，能还原成黑。来，我这。没，还走。变黑了就行了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哎，行了哈，行了，要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哎哥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。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都不能活了。你要保存，你要负责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。你看那个冻那个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冻那么4、5、40年，这都完了。一年基因都是用乙液的。对啊，它就是这个原理。哦。行了。真是气，你看哈。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鳞不掉。上次效果没这个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。